非常歡迎大家光臨啊！多謝文學館邀請。咁啊，純粹分享，即係談唔上話啲乜嘢研究之類。因為點解會係講分享咧？嗱，咁啊簡簡單單講下我自己先。咁同阿邱建恩先生唔知識唔識嚇？另一個都係我哋嘅金迷啦嚇。咁其實我同佢咧都有個共同興趣先嘅，就係睇今年嘅舊版小説啊！即係喺個小説前面加舊版兩個字，唔知大家即係意識到係啲咩嚟嘛？嚇！即係而家你行去書局啊，你買金庸嘅小説咧，你都可以發現有兩個版嘅其實嚇，一個叫修訂版，一個叫新修版。新修版係佢已經去到接近80歲嘅時候，喺千禧年嘅時候再重寫、再改嘅嚇。咁但係其實喺書局裏邊呢兩個版咧，再早啲嘅咧，仲有一個係叫做舊版，或者我哋有啲人就叫連載版。咁大家可能都知啊，金庸嘅小説最初唔係出書嘅，最初係連載嘅嚇。主要報紙亦都有幾篇咧喺啲雜誌嗰度。咁變咗佢係由連載之後就慢慢出書。佢早期嘅書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初期嘅書，咁而家其實買唔到㗎啦。即係呢啲係舊書店都未必有貨，或者有貨都會留俾我哋呢啲熟客，唔到你哋問嘅。咁或者喺啲拍賣會裏邊揾。咁我同阿邱生嘅興趣就由呢度開始嘅。咁後來咧就發現咧啲興趣就我自己就再爆棚多啲。咁主要係源自睇咗一啲喺大陸裏邊有一啲嘅研究咧，佢哋即係有好多好超級猛料嘅金迷嘅，佢哋研究都窿窿罅罅咧，就揾埋阿金庸以前成名又好，成名前又好，或者成名後又好啦。其實唔止寫過啲武俠小説嘅，佢係好多。我咁估計佢嘅其他嘅文字量係應該遠超過佢武俠小説嘅字數。佢嗰15部小説已經過千萬字啦，但係應該佢其他嘅文字數量應該更多。咁我由呢啲文章開始啟發咧，就自己個興趣咧就再擴大啲。甚至係揾埋佢以前嗰啲寫過嘅書啊、報紙啊咁之類，咁變咗係衍生咗另一個嘅話題出嚟啦，就係我今日要講嘅嚇。好啦，如果要講佢嘅文字咧，我覺得有兩個佢嘅人生嘅轉捩點係好重要，同埋佢你知唔知佢打過啲咩工㗎？嗱，我先講呢兩個轉捩點係咩時間先啊？24歲同35歲，嚟香港，同埋佢自己創辦明報。咁呢兩個日子點解同佢寫作嘅內容有關咧？因為呢兩個日子咧就變咗可以劃分為3個時期啊嘛。嗱，呢3個時期咧，大家可以睇下佢做過啲咩工。即係佢做咩工同佢寫咩嘢係有關係，有好大關係。有冇發現到啲嘢啊？咦，呢個 pointer 係咪撳個紅點就係指咗啊 ？Yes， 係啊 ，OK。大家知唔知啊？金庸嘅英文係好勁㗎？唔知啊，係啊，真係未見過佢嗬。佢其實咧就睇翻，如果你睇《金庸傳》之類嘅書咧，都講佢自小讀書咧，佢都成日都係全班或者全級第一。特別英文科係好勁嘅。其實我都唔知佢英文有幾勁，不過就全部都話佢好勁。勁到點咧？你會見到佢咧佢揾工咧，其中一個強項嚟嘅就係佢英文勁。咁所以你會見到佢嚟香港前咧，翻譯，甚至嚟到香港之後，佢初喺大公報、新聞報嗰份工都係翻譯，就睇中佢呢個強項。佢英文掂，聽講佢法文都掂喎，呢個就更加人少，即係更加即係少人講嚇，更加冇乜場合或者冇乜機會聽過佢啲法文啦嚇。OK， 好啦，點解佢嘅工作同佢嘅寫作內容有關咧？嗱，大家可以好容易想像一樣嘢嘅，你打工仔，你寫啲咩？好簡單嘅啫，你老細叫你寫咩，你唔寫咩？即係好局限咗，未必係佢嘅興趣，啱唔啱？而且你留意喎，佢英文好，咁所以佢工作咧好多時候咧就翻譯啲外電啊，即係當年啲外國嘅一啲嘅電訊嚇，有啲係新聞時事，有啲可能一啲小品啊，即係閒話家常嘅嘢。咁一陣我俾大家望一望嚇。OK， 好啦，先考下你哋先啊。
以下咁多樣嘢，你覺得佢寫過啲乜嘢，或者翻譯過啲咩？嗱，佢英文好啊，所以翻譯都唔少嘢㗎。有啲咩一定寫過嘅咧？社評啦，呢個最出名啊！因為好多人都話佢一隻手揸筆係寫武俠小説，另一隻手揸筆就寫社評。佢喺明報嘅時候，日日都寫社評，係嘛？日日都寫武俠小説。咁但係其他嗰啲咧，不如咁講啦。你覺得呢度有一樣嘢係佢冇寫過嘅，肯定冇寫過嘅。你覺得係邊樣？自傳，肯定唔係《星河指南》咩？即係有啲寫過。哇！你叻喎，OK，好，慢慢去拆解下，個答案冇咁快。你留意我 show 俾大家睇下啲咩，你就知道佢寫過啲咩，冇寫過啲咩㗎啦。好啦，翻嚟呢3個階段，我哋而家講紅色嘅先。嚟香港前，一個打工仔喺佢未正式第一份工係正式，即係同啲文化事業有關嘅《東南日報》做呢個編輯或者做一個記者啊嚇。咁其實咧，佢點解會入到《東南日報》咧？因為佢好早嘅時候，自己一個讀書中學生已經投稿去《東南日報》。喺《東南日報》裏邊，佢已經即係有啲人脈啊，即係有人好欣賞佢啲文筆。所以當後來咧，佢去揾工嘅時候咧，就已經係請咗佢。咁呢篇咧係佢未入職，仲係讀緊中學嘅時候，1941年。咁如果大家數減翻24，減1924，係咁啊，有一般講法1924年出世，亦都有一個考證就話1923，呢個唔係我哋今日講嘅話題啦。咁如果你當24，即係呢個係17歲一個僆仔投稿，咁所以咧佢喺《東南日報》裏邊個編輯部咧就留有咗啲印象，所以就變成佢後來入職呢個機構一個契機嚟嘅。咁啊，有冇留意到佢個筆名啊？查理，好洋化。佢從來冇解釋過自己點解會用呢個筆名。咁啊，我哋靠估啦，我同你一齊估啊嚇。佢姓查啦。第二，咁佢英文好咯，咪改翻個比較即係洋化啲嘅筆名啦嚇。咁呢個咁嘅筆名而家都已經被證實㗎啦。你去沙田嘅文化博物館裏邊見到佢啲展覽咧，佢都有介紹佢呢個咁嘅筆名嘅。好啦。咁啊，頭先我提過一樣嘢㗎嘛。頭先喺大家好多個寫作裏邊有一個叫冷知識啊，即係今日我哋叫爛 get。咁啊，金庸寫唔寫爛 get 嘅咧？佢翻譯嘅，你要見到，因為佢係外電嘅翻譯。咁啊夠唔夠大啊？可唔可以睇埋啲字啊？咁你睇下有啲爛 get 夠唔夠爛啦嚇？或者我再放大仍然睇翻阿查理啊。其中一個咧，sorry 啊，呢個唔係爛 get，呢個係冷知識。稍後仲有一個叫冷笑話，冷笑話先係爛 get。咁呢啲咁嘅嘢嘅，大家望到咯嚇，我唔讀㗎啦嚇。OK， 跳下一個咯喎。藍色字嗰度俾大家留意下，就係《東南日報》俾咗個咁嘅專欄佢，專係揾外電裏邊就翻譯做呢啲咁嘅嘢。咁你可以理解或者明白到佢當年一個僆仔嘅工作係啲乜嘢。當年已經係22歲㗎啦，22歲㗎啦。咁佢除咗係翻譯頭先嗰類嘢，仲有翻譯呢啲嘅，唔係佢寫嘅，但係佢係翻譯嘅。呢個咧就用翻佢本名。我覺得好大程度就係金庸佢用啲乜嘢嘅筆名咧，其實係睇佢寫啲乜嘢嘅。你寫呢啲咁嘅時事嘅嘢咧，好鬼認真嚴肅嘅咧，佢早期係中意用翻自己查良鏞呢個名嘅。如果翻去頭先嗰啲外電嗰啲咁嘅冷知識、冷笑話咧，就中意用其他啲筆名嘅。查理係其中一個。OK， 好。呢個就係爛 get 啦，有幾爛咧？睇下咯喎。又係《東南日報》開一個專欄俾佢，叫咪咪博士答客問。咁佢用個筆名咧就叫兒啊嚇，兒。好啦，咁我揀咗其中一個，睇下夠唔夠爛啊？不過唔係佢作㗎嚇，佢翻譯嘅啫。OK， 如果唔夠爛唔好笑都唔關佢事啊。OK， 好，睇得到咯嗬，就係呢啲嘢啦。
宜咧，點解叫宜咧？如果你再熟知啊金庸或者睇下金庸傳之類嘅書咧，都知道佢細個嘅乳名咧就叫宜嘅，宜官，屋企人就叫宜官，因為佢大家族啊，咁啊有啲妹仔啊咁嗰啲咧，咁啊即係大官、二官、三官咁嗰啲咧嚇，老爺、少爺嗰啲咁之類嘅，咁佢係排第二嘅，所以咪叫宜官咯。本來第二個宜咯，咁但係佢哋同喺即係浙江裏邊嗰個音咧，聽講就話同呢個宜字一樣，所以後來佢都好中意用呢個宜字做佢嘅筆名嘅，咁啊仲有啲爛 gag 嘅，例如呢個咧，已婚嘅男士可以睇一睇啦嚇，我放大咗，睇下左邊嗰個好啲嘅，右邊嗰個都幾好笑啊，我覺得，但係左邊嗰個就有啲會心微笑添。睇得明我嘅難嘅點難法咯，咁呢個叫署名容，即係其實佢好多變嘅，因為唔同專欄啊嘛，呢個咪咪六啊嘛，頭先嗰個咪咪博士答客問啊嘛，咁啊唔同嘅專欄咧，佢就用唔同嘅名啦。好啦，亦都有一啲呢個咧就係佢兼職，佢除咗投稿去嗰啲東南日報咧，另外當時有一本叫《時與潮》嘅雜誌係純粹講時事嘅。國際嘅時事為主，咁佢最初亦都有投稿去，咁佢嘅投稿咧都係翻譯稿，唔係佢自己寫嘅。而呢本雜誌咧，我都有帶嚟嘅。而家你畫面見到呢期咧，就係呢期嚇1947年嘅。咁呢本咁嘅嘢咧，我俾少少裏邊你睇下，再放大啲。嗱，呢4篇都係佢翻譯嘅。4篇，但係佢用咗4個唔同嘅筆名，大家見到啦嗬，放大咗。宜孫、查良鏞、白香江、查理，白香江都係佢嚇。咁啊稍後都會再解釋下點解會發現呢個筆名係佢嘅嚇。咁而另外大家仲可能再望多少少見到，由呢一期開始咧，佢就兼職做埋編輯嘅呢度編輯。佢之前有投稿。亦都好似同《東南日報》嘅情況一樣，佢最初投稿俾人哋賞識，後尾入去做埋工打埋工。咁《時與潮》雜誌亦都係同一個情況，投咗好多稿，好多都俾個雜誌社用咗。後來佢就甚至入埋去做，咁但係佢當時仍然係喺《東南日報》打緊工，所以呢一份咧係佢 part time。呢份係半月刊嚟嘅，所以就冇咁緊張趕稿啊咁嗰啲咁嘅嘢嘅。好啦，咁於是翻嚟呢個表啦。咁頭先發覺佢嚟香港前咧，就主要有呢兩類啦，係咪啊？都係翻嚟啦。好啦，咁啊繼續咯喎。跟住講嚟香港之後咯喎，紅色咯喎。嗱，佢嚟香港咧就係大公報打工嘅。咁大家知唔知點解佢會嚟香港㗎？佢唔係偷渡嚟嘅，佢搭飛機嚟嘅。其實咧佢。大公報當時喺國內個名聲就好響嘅，喺國際間都好有名。咁因為香港咧喺1948年咧就大公報復刊啊。咁佢咧佢當時唔係諗住嚟香港嘅，佢最初離開東南日報之後，佢就即係人望高處啦，佢想跳去一間更加即係規模大、聲譽響嘅報館，咁就寫求職信去大公報，喺上海嘅大公報。咁啊獲聘咗喺百幾人裏邊揀中咗佢。咁後來咧，佢係1947年就入大公報。咁啊47年11月，咁啊隔咗幾個月之後，香港大公報復刊。咁啊於是咧就想揾一個人嚟香港。咁啊佢唔係首選，佢係後備，因為另外有一個應承佢嘅同事咧就結婚就唔捨得離開老婆。咁啊，於是佢就毅然就接咗呢一個 order。咁佢最初嚟都諗住係即係1年半載就翻返去㗎啦。咁啊，但係命運嘅改寫，大家都知道，後來佢就一路就喺香港啦咁所以佢第一份工咧嚟大公報咧，亦都係貪佢英文好，所以嚟到香港都係做翻譯兼編輯。好啦，咁啊又有啲咩寫咧？呢篇咧就係佢嚟香港嘅第一篇文章嚟嘅。咁啊呢篇文章叫《來港前後》，用翻查良鏞呢個名。
日期係1948年4月，佢係1948年3月30號坐飛機嚟香港，即係話嚟咗之後，你會見到係大概1個禮拜。咁大公報而家其實香港大公報咧都可以上網去翻佢個網站睇翻晒每日嘅報紙都睇到嘅。咁你如果由1948年3月30號佢嚟香港之後，逐日大公報睇咧，你都發現佢最初未有佢嘅文章出街嘅。咁呢篇都唔係喺大公報出街嘅。呢篇咧喺大公園地係佢哋內部嘅文件，即係內部員工之間傳嘅一啲嘅，即係類似啲內部刊物咁之類嘅嘢啦。咁佢係寫佢嘅感受。咁你會見到就係咁嚟嘅。咁有啲人就記錄咗一件事，其實係佢自己最先透露嘅。佢嚟到香港咧，係原來佢冇帶港幣嘅。咁好烏龍嘅，所以咧就同一個叫潘公弼先生，大家可以上網揾下呢個，呢個都係一個報界名人嚟嘅，一個老前輩嚟嘅，借咗10蚊港幣俾佢，大公報嘅香港大公報嘅同事冇人去接佢機，又搞到佢咧又冇港幣嘅，於是靠呢10蚊咧就去到報館報道嘅嚇，就係喺佢呢篇文章裏邊首先自己披露出嚟嘅。好啦，又做翻佢老本行啦，係嘛？嚟到香港就係做啲咁嘅新聞時事啊咁之類。呢篇咧就正式係佢嚟到香港之後，係佢翻譯嘅文章喺大公報裏邊正式出街㗎啦。頭先我都講過，呢咁正經嚴肅嘅話題咧，佢就中意用翻自己個名嘅查良鏞譯嚇。好啦，開始咧，佢其實如果了解佢嘅生平咧，佢對時事嗰方面都好有興趣嘅。佢曾經有個理想係想做外交官嘅，咁所以咧，大公報都有啲地方俾佢發揮。呢篇咧，1948年6月嚟香港之後，大概2個零未夠3個月啦，係嘛？咁就呢篇係佢親自自己寫㗎啦，用翻呢個名，冇咗個譯字㗎啦，大家見到嚇。好啦，咁其實咧，佢喺頭嗰幾年喺大公報做嘢咧，佢真係翻譯或者佢自己寫呢類嘅文章係極多嘅。咁我都花咗啲時間上去大公報嘅網站咧，就逐一截圖啊，咁啊睇晒出嚟。變成每一個圖檔就有大概咁多啦。應該仲有多啲嘅咁多啦。頭嗰幾年裏邊，咁我呢度咧就揾到186篇。咁可以見到頭先係俾你哋睇到2篇，仲有好多。咁你會見到有啲咧，如果你眼力夠好咧，你會見到有啲好長篇嘅。我怎樣成為拳王係一個連載咗好多篇嘅。另外仲有一啲都你會見到係有啲連載好多篇嘅，1、2啊咁嗰啲嘅。咁呢篇比較長嘅，都40幾嘅。大概知道佢當時做啲咩嘢啦，打份咁嘅工，做啲咁嘅嘢啊嚇。好啦，另外咧，佢都開始亦都有翻譯小説。咩小説咧？咁頭先記唔記得我講過佢有一個筆名叫白香江嘅？其實佢啲筆名咧唔係好中意向人透露嘅。邊個係我，邊個係我？其實好多咧係後來我哋考證先知嘅，佢自己冇同人哋講過嘅。甚至有啲好鬼祟嘅，稍後你會見到一啲好鬼祟、好專登隱藏嘅身份，我唔話俾你知，呢個就係金庸嘅嚇。好啦，呢個叫白香江譯嘅《記者之妻》，呢個咧就戀愛大王。咁兩個署名係咩咧？呢個白香江，呢個咧就叫溫華算啦。呢兩個都係好即係好少人知道佢嘅筆名嚟嘅。我有幸咧就有份報紙嘅。就係右手邊嗰份啊，戀愛大王就喺呢度啦，接住咗有2篇嚇。好啦，繼續講埋個故仔啊。點解知道呢兩個筆名係佢嚟啦嚇？其實咧呢個作家咧，佢係幾中意啊啲幽默小品嚟嘅。美國嘅作家丹蒙倫陽係即金庸譯嘅嚇呢個名。佢曾經就喺大公報新晚報，或者我再補充講講，新晚報其實就係同大公報同一個老細，即係一個就係日報，一個就係晚報咁解。1950年新晚報創刊，即係當時好興嘅，
即係星島又有日報、晚報，華僑又有日報、晚報，同一個道理。日報就大公報，晚報就新晚報。咁所以佢兩邊其實都係同一份工嚟㗎，同一個老細啊。咁你會見到咧就翻譯咗，總共呢度又見到有12篇。咁我又叉開少少嘅。咁呢啲咧，即係大陸嗰邊咧，朗聲出版社咧就出咗一本，就係呢個達蒙盧尼恩啊。唔知點解用咗呢個翻譯嚇，金庸就用呢個丹蒙倫楊。OK， 其實呢度齊晒嚇。咁好啦，繼續未講完。點解知道係佢啊？一個叫溫華算，一個叫白香江。因為後來咧，紅色呢7篇咧，佢就輯錄咗，出咗一本書，叫《最厲害的家伙》。咁啊，好簡單嘅一個原因，因為7篇裏邊其中有一篇係呢篇，即係揀其中一篇做一個書名咁解。咁你留意到呢本書嘅作者咧，就唔係白香江，亦都唔係溫華算啦。開始用金庸啦，咁你即係披露咗白香江同埋溫華算就係佢個筆名咯，係嘛？好啦，留意咯喎，點解佢當時呢本書佢用金庸呢個名咧？因為呢本書係1956年嘅，咁呢個年份有咩意義咧？因為金庸開始出名咯，梗係用金庸啦，呢個朵響啲啊嘛。咁金庸點解呢個名開始出名啊？金庸第一部小説係《書劍》，幾年開始連載？1955年第一日連載係2月8號，咁所以1956年嘅時候佢已經成名㗎啦，所以就用金庸呢個名啦嚇。呢個朵係最響嘅。OK， 白香江嗰啲唔要，溫華算嗰啲唔睬佢。OK， 繼續咯喎。好啦，另外同時佢大公報呢個新晚報，咁當時打緊韓戰啊，大家可能對歷史都了解到嘅時候，咁所以咧大公報當時嘅取態大家都明嘅。所以佢會揾一啲外國嘅作家寫翻關於韓戰嘅嘢，咁咧呢個咧就係英國個記者嘅一篇嘅報導，都幾長下。咁就大公報就揾佢去做翻譯，就喺新晚報喺新晚報度連載。咁呢篇咧就係第138篇嚇，最後嗰篇嚟嘅。咁即係話連載咗138日。咁呢篇咁嘅嘢咧，你會見到佢署名就樂兒㗎。嗱，呢個亦都係一個比較特別嘅英文，即係一個筆名。咁兒字我講咗點解啦，係嘛？咁加個樂字，有冇人估到點解？你知唔知金庸正式嘅英文名係咩先？唔係查理，真係㗎，即係呢個身份證可能冇寫啦，但係佢最常用嘅一個真正嘅英文名 ，yes。就係 Louis， 咁你試下讀樂兒 Louis， 咁你就明係啦。佢點解用呢個咁嘅筆名？好啦，其實咧喺新聞報咧，老細咧就叫佢翻譯過3篇呢啲咁嘅新聞報導嘅嚇。咁就係呢3篇，有長有短，短嗰篇係得8篇嘅啫。OK， 咁最長嗰篇咧就翻譯咗300幾篇。咁後來咧，佢都出版咗，變咗做書啦。咁又可以望下就係呢套啦。咁中國震撼着世界。咁因為300幾篇啊，咁所以分上下冊，好好賣嘅，應該好賣。喺1年之內就已經出到5版㗎啦，已經嚇。咁中間8篇嗰篇咧就唔夠份量出書啊嘛，係咪啊？咁所以咧，另外嗰篇咧短啲都可以出到本書。咁就係呢本嚇。金融館嗰本金融館裏邊咧就擺咗本嘅嚇，就寫住係金庸自己即係借俾金融館，唔知借一捐啦嚇。佢嗰本靚仔好多，我呢本係殘啲。OK 嚇。好啦，你會見到咧，當時佢未出名嘅。所以都用翻樂兒呢個做即係翻譯者嗰個名。1952年，好啦，咁又繼續咯喎。佢好中意睇戲嘅，原來佢好中意睇戲。咁大公報新晚報見你咁中意睇戲，做下嘢得唔得啊？做啲咩？咪寫影評咯。佢曾經自己都講過嘅，佢差唔多日日去睇戲嘅。所以
成日都有寫明出街嘅。例如佢用呢個咁嘅筆名叫做姚福蘭，咁啊聽講話佢自己講過啊，專登用一個女性化啲嘅名啊，咁啊可能成個編輯室裏邊都係男人為主，用個女性化啲嚇，或者可能大家見到呢個筆名就可能有興趣睇下嗰啲影評多啲啦嚇。咁呢篇聖母頌嚇，咁啊其實呢度咧新晚報咧，我啱啱呢兩份嘅報紙咧，除咗有頭先我講嘅戀愛大王咧，另外都有影評嘅，就係姚福蘭嘅影評嚟嘅。咁啊，聖母頌就喺呢度啦，聖母頌就喺呢度。咁呢張用完啦，擺咩啲 ？OK。姚福蘭嘅名原來就係呢個諧音，呢個係金庸自己講嘅。點解改個咁女性化嘅名？你覺得似唔似啦嚇 ？OK， 唔知係咪用上海話講會似啲啦？唔知啦嚇。好啦，咁啊，除咗呢個筆名，仲有嘅，我就揾唔到呢個筆名嘅報紙，所以就借大公報喺佢過身嘅時候有翻一個專題報導嘅時候嘅嗰篇嘅剪報嚇。咁啊，叫林子祥，第二個寫影評嘅筆名。好啦，離開佢調嚟調去㗎。其實有陣時佢會喺新晚報做嘢，有陣時喺大公報做嘢。但係喺新晚報做又好，喺大公報做又好，其實佢兩邊都有稿，都要交稿嘅。咁啊，跟住咧喺大公報咧又繼續寫。佢呢四個名唔係同時期嘅，先用姚福蘭喺新晚報寫，跟住又唔知點解要換一個角色玩下花神咁啦嚇，就叫林子祥。跟住咧林子祥嗰個喺新晚報專欄停咗啦，就去大公報再寫。咁呢個叫蕭子嘉。咁啊，呢度亦都儲咗佢有蕭子嘉嘅影評嘅報紙，放大少少俾你睇下蕭子嘉。仲有第四個筆名，呢個就叫姚嘉伊，呢個係寫得最耐嘅嚇。咁我亦都有儲到佢因為姚嘉伊嘅報紙係最易儲嘅，因為係寫得最耐嘅嚇。咁啊喺大公報。咁如果係統計翻佢嗰個時間咧，就咁嘅。佢分別用呢四個筆名咧，就喺呢兩份報紙裏邊就寫影評。咁你會見到時間為期最耐就係姚嘉伊，但係姚嘉伊咧最初由54年1月開始咧，就唔係佢一個人寫晒嘅呢個專欄，係三個人輪流寫。亦都唔係一定係今日 ABC， 下一次又係 ABC， 有陣時 A、B、C、B、A、C 咁嘅。咁三個裏邊佢係寫得最少嗰個，而且佢慢慢去到56年、57年咧，就越嚟越係減產嚇，因為佢越嚟越忙啦嚇，佢嗰啲小説開始出街啊嘛，55年開始寫《書劍恩仇錄》啊嘛，咁佢又要寫小説，咁啊後嚟都兼職咧去長城電影公司咧又要做編劇，咁所以佢越嚟越忙，啲影評係越寫越少，就係咁嘅原因啦。好啦，咁啊，既然佢咁中意睇戲，亦都寫影評咧。亦都少不免有好多係談論電影嘅文章嘅。咁啊喺一本長城電影公司裏邊出嘅雜誌，咁啊呢本就叫長城畫報。咁啊呢四期有咩意思咧？呢四期我呢度都會有提及嘅。咁啊第14期呢一期咧，佢當時1952年咧，仲係用緊，即係同佢嗰邊寫專欄嘅就吻合翻。佢嗰陣寫專欄用姚福蘭，咁你會見到，所以佢呢一度咧就用姚福蘭，就喺呢本雜誌裏邊寫。咁啊就唔係影評，係講電影嘅文章，個主題好彈性嘅。總之同電影有關嘅，佢會發揮嘅。咁啊去到20期咧，咁啊又轉咗筆名啦。因為佢嗰邊新聞報係用咗林子祥，所以佢呢邊咧又用林子祥。咁啊又寫咗幾期，跟住咧就唔係蕭子嘉，唔係姚嘉伊喎，用咗一個都好多人知嘅一個好出名嘅筆名，叫林歡。可能呢個喺除咗金庸呢個筆名之外，應該比較多人知嘅就係林歡呢個筆名。咁林歡係做啲咩咧？呢個筆名？所有同電影或者文藝有關嘅嘢咧，後來佢都好中意用呢個筆名嘅。好啦，中意到點咧？中意到寫埋呢啲嘅。
嗱，佢當時仲喺新晚報、大公報嗰邊打緊工嘅，佢開始兼職長城電影公司，都係左派嘅電影公司嚟嘅。咁所以佢喺嗰邊兼職寫劇本。佢自己話寫過幾十篇，但係真正有上映嘅咧就唔夠十部戲。呢個係第一部《絕代佳人》。咁你會見到我放大咗㗎啦。編劇就係用林歡，佢喺長城後來就好一貫地用林歡呢一個筆名去寫佢關於即係電影嘅嘢，係填詞㗎。呢部《明鳳》咧就佢冇份去做編劇，即係唔係寫劇本。咁但係有啲主題曲插曲，林歡填詞。草田啊，知唔知邊個啊？有冇啲年紀大啲嘅知黎小田啊？知黎小田啦嚇，知黎小田都年紀唔細㗎啦嚇。黎草田啊，就係黎小田嘅爸爸嚇。咁其實佢當時喺長城裏邊好多作曲係黎草田嚇。咁啊，林歡係其中一個填詞嘅。咁啊，即係又喺長城裏邊又做埋呢啲咁嘅工作。撈過界，做埋電影嘅導演。嗱，好老實講，佢自己都講過嘅，佢電影係冇才華嘅嚇，所以咧佢應該都唔能夠留喺電影界㗎啦。佢話自己都咁。而呢兩部戲，佢所謂做導演嘅兩部戲啊，放大少少俾你睇，其實係拍人哋嘅。另一個就係胡小峰，真係長城裏邊一個出名嘅導演，所以佢係搭單。究竟大家你做幾多？55啊，73、91，唔知，但係肯定咧就唔係主力嗰個嚇。咁啊，後來到呢套《黃老虎搶親》正式上映嘅時候咧，就好奇怪喎。呢份報紙我揾到嘅嚇，咁啊，你會見到咧。個導演就已經唔用林歡嗰個名，用翻查良鏞。呢個我都唔明點解。頭先嗰個電影小説嗰本咁嘅書仔啊，即係呢啲書仔。嗱，其實呢紮書仔咧，就係佢寫過劇本嗰啲，或者佢做過導演嘅嗰啲戲嚟嘅。嚇，咁啊，《絕代佳人》、不要離開我、三戀，三部都係佢即係寫劇本。小鴿子姑娘就係佢做嘅寫劇本。蘭花花又係，幼女懷春、午夜琴聲、黃老虎搶親，呢個就冇劇本，唔關佢事，係導演嚟嘅。嗱，咁啊，另外呢幾本咧就導演唔關佢事，劇本唔關佢事，不過裏邊有啲主題曲插曲係佢作詞咁解嘅啫。咁啊都順便見到就坐下啦，咁啊 OK 就係咁嘅心態儲翻嚟嘅啫。好啦，咁啊撈咗電影界都撈咗好多嘢啦。咁如果統計翻佢真正有上映關於電影有關嘅咧，就係呢幾部嘅啫。咁佢所謂做導演兩部都係拍住人哋做，兩個都係大導演，程步高、胡小峰，佢係搭單嚇。編劇就有呢幾部嚇，咁大概係咁嘅統計啦嚇。但係佢話佢自己寫嘅劇本咧係有好似30幾，咁即係話其實佢有好多咧係俾人哋抌咗落去自己攞嘅啊。即係大家可以想象下當時嗰個工作嘅處境係點樣。其實類似佢咁嘅編劇咧，都為數不少，唔係淨係得個即係長城唔係淨係得阿林歡一個嘅啫嚇。咁好多唔掂嘅、唔拍嘅都有好多。好啦，芭蕾舞，佢會講芭蕾舞，用個半專家 ，OK， 唔知係咪半專家？喺新中華呢本雜誌裏邊咧，曾經即係有份稿又係講芭蕾舞嘅。佢識跳芭蕾舞，不過肯定唔叻。用林歡呢個名，俾張相你睇，有金庸喺度嘅。頭先我帶嚟嗰度呢張相咧，就嚟自其中呢期嘅長城第一部啦。喺長城嘅1953年12月31號除夕晚會裏邊，佢同張琤好似有放大咗。哇！呢個要好大年紀先可能知道有個咁嘅演員喎，記唔記得啊？以前係拍國語片嘅，佢老咗之後咧，曾經喺麗的亞視，唔記得咗係亞視啊，做過演員嘅嚇。
後生嘅時候好靚仔嘅，都出名嘅。咁啊呢張相咧就張琤，呢個就係金庸。OK， 喺長城嘅一個即係自己嘅 party 裏邊，一個晚會裏邊表演芭蕾舞，唔知個級數係點樣，但係就留低咗一張咁嘅相。咁所以佢都有算係有少少資格可以講下芭蕾舞啩。OK 就係咁啦。咁啊呢個佢老本行啦，佢寫咗武俠小説啦。咁啊談論武，其實佢談論武俠小説嘅文章唔係好多。最早係呢一篇，1955年嘅時候，呢個10月，佢仲係連載緊《書劍恩仇錄》喺新晚報。咁啊連載咗幾個月就已經開始講翻自己呢個小説嚇。咁啊我就 call 咗一段仔出嚟，你慢慢可以望下，就係呢份1955年10月5號嘅新晚報，就係呢篇啦，《漫談書劍恩仇錄》。我本書裏邊就有揭秘嘅，有講嘅，因為我喺其他個渠道咧就揾到佢講呢一個周衣嘅角色係一個原型嘅人物啊！嚇，呢個原型人物咧，胡桃大國手。咁啊係邊個嚟嘅咧？佢呢篇文章當然就冇講啦。咁但係喺其他嘅地方，佢曾經咧喺有篇雜文裏邊喺報紙裏邊揾過嘅，佢講過呢個人嘅，一個芭蕾舞高手嚟嘅，毛妹。知嘛？話呢個又要相當年紀先知啦。毛妹後來開舞蹈學校嘅，嚇當年係一個靚妹。原來周衣嘅原型係佢嘅，啱啱死咗啊！毛妹，佢先生，哦，冇留意到。嗱另外佢嘅興趣好廣泛，佢好中意睇京戲、京劇。咁啊呢個56年6、7月嘅時候咧，6、7月中國民間藝術團訪港，就聽講下，我未出世啊，咁就話咧當時好轟動，咁啊於是咧大公報咧就委派佢，我哋場都同我睇晒佢，睇完之後要交稿嘅，OK， 我哋報紙要登嘅，咁所以咧佢一來佢嘅興趣嚟嘅，咁佢中意睇，咁佢真係寫晒嘅。咁啊寫咗好多篇，係講呢個即係藝術團訪港嘅每晚嘅演出去評嘅，咁啊又係用林歡呢個名，咁啊寫咗好多篇嘅。咁後來咧喺幾個月之後咧，就將呢啲文章咧就結集，就出咗呢本書，叫《中國民間藝術漫談》，就係呢本啦。咁啊呢本。相對我頭先講呢兩本書嚟講，即係呢兩本咧，呢本算易揾嘅，算易揾。呢兩本係比較難揾啲添嘅。好啦，另外佢亦都開埋啲專欄俾佢寫，因為佢已經開始有名氣啦。即係如果仲係叫咪咪博士嗰啲咁，梗係唔掂啦，係嘛？好啦，呢個專欄好出名嘅，其實。叫三劍流隨筆，唔知上個禮拜講阿梁羽生有冇講到呢樣嘢？嗰三個人咧就係梁羽生、金庸同埋白劍堂主陳範。咁佢三個人輪流喺大公報呢個專欄裏邊就寫文章。咁啊呢個其中一篇。咁啊1956年開始寫書劍，所以佢已經係用咗金庸呢個名。咁呢個專欄咧就為期咗最初係56年嘅10月，就去到57年嘅1月尾，3個零月嘅啫。咁就呢個專欄就停啦。咁呢個專欄停咧，又係一樣。大家發現有一個套路嘅嗬，佢好多嘢係連載之後就集結成書，即係吸引咗你一班報紙嘅讀者，然後出書撈多一筆賺埋你錢。不過呢個唔係佢，即係佢當然啦，佢作為作者之一，佢都會有錢落袋。咁但係主要係出版社，或者甚至個版權唔知會係大公報嗰邊分得多啲添。OK， 咁呢本《三劍流隨筆》就即係呢本呢本。呢本後來有台灣去到90幾年嘅時候又再出，都係正式授權嘅。跟住去到好似千禧後2000幾咧，就上海學林出版社亦都有
亦正式授權佢出版。咁但係香港版咧呢個文中嘅咧就57年，冇再版㗎啦，冇再版㗎啦。咁呢個《三劍流隨筆》咧曾經復刊過嘅嚇，57年1月停咗之後，去到58年10月咧，呢3個人係再嚟過，再開多一次。咁啊都係只係幾個月嘅時間。咁啊，但係呢3次咧，呢個復刊咧就冇再輯啲文章再出書啦。呢本就已經出咗㗎啦，嗰陣時嚇，嗰陣時已經係57年出咗。咁58年嗰次嗰幾個月咧就冇再出啦。好啦，咁啊於是又翻返你個表咯喎，做翻啲統計啦，有呢樣啦，多咗呢樣啦，多咗呢樣啦，多咗呢樣啦。好啦，多咗啦係嘛？好，仲有幾個窿窿喎？仲有幾個窿窿嚇？到59年5月20號，佢創明報。嗱，呢個轉變咧就真係唔同啦。明報我㗎嘛，我使鬼睇老細order咩？老細要我寫咩，我寫咩啫？而家係我自己想寫咩就寫咩，啱唔啱？所以佢後來最大嘅興趣，佢寫嘅嘢咧，就可以喺佢自己嘅地盤裏邊，明報裏邊就刊登出嚟啦。好啦，佢仍然繼續要有啲佢中意寫嘅嘢，講網絡小説。如果大家睇《雪山飛狐》都覺得佢個結局好特別啦，嗬，係咪？呢都劈唔劈落去咧？阿胡飛劈唔劈死阿苗人鳳咧 ？OK， 唔劈就我自己瓜柴，劈就佢瓜柴。不過係阿苗若蘭個老豆。OK， 大家都知道佢當時同阿苗若蘭係點。好啦，原來佢係早在1960年嘅時候咧，佢已經用咁大篇嘅文章去答過啲讀者。我點解未寫完？咁呢篇文章點解會出現咧？其實佢當時已經係自己離開咗大公報，喺明報創刊咗㗎啦。1959年，而家1960年。咁原來咧就因為《新晚報》出版10週年，你會留意到個日期嘅。頭先我俾你睇嗰篇《漫談書劍恩仇錄》就係1955年10月5號，係《新晚報》創刊5週年，佢為佢特別寫篇稿。10週年，《新晚報》又邀請佢又寫一篇稿。咁啊，上次講《書劍恩仇錄》，今次講《雪山飛狐》，但係佢當時已經離開咗《新晚報》，或者離開咗大公報。呢度可以暗示多一樣嘢。佢離開咗，但係佢創辦咗明報。佢當時同翻大公報關係仍然係非常好嘅。咁其實我嘅潛台詞即係話，後來佢哋關係就惡化得好緊要。大家知道係不戰得好犀利嘅。大公報同明報係大家喺個社評裏邊你鬧我，我鬧你。咁但係其實最初佢離開嘅時候，佢創辦明報咧，關係仍然係非常之好嘅。OK， 好。嗱，呢個就新啲啦，係嘛？佢好迷歷史，所以以前呢上頭冇 order 要佢寫咧，佢而家自己有報紙係自己嘅話咧，佢可以寫好多啦。咁華小文，我哋又發現多一個筆名。呢個筆名啊，點解知道係佢咧？因為如果你睇翻個日期先啊，留意翻個日期。其實華小文呢篇文章咧，原本喺明報，佢有個專欄叫自由談。自由談咧就名字上就係話歡迎讀者嚟到投稿，你投稿我哋有編輯同你揀啱咗可以同你登。咁啊，明報到今日都仲有自由談嘅。咁但係如果你留意到咧，呢啲咁嘅自由談嘅作者有啲真係一啲即係街坊嚟嘅，有啲阿茂阿壽嚟嘅，但係亦都有好多咧係自己人嚟嘅。所謂自己人，甚至係自己明報員工、編輯或者同佢友好嘅一啲作家。咁所以佢呢度化名一個叫華小文，喺翻自由談裏邊呢一版裏邊係亦都有寫稿。咁你留意到係1962年啦嚇。咁後來呢個名點解揭穿咗就係金庸嚟嘅咧？因為佢一稿多用啊。去到1966年明報月刊，佢又再登翻華小文5篇文章，不過佢就用翻自己嘅名啦。你會見到，咁所以就又破解咗啦。華小文又係你啊，又係咁啦。嗱，佢呢度好坦白㗎嚇。
就喺佢呢個即係呢篇《明報月刊》裏邊呢段就係講咗啦。咁啊，你自己望落話，當時用嘅就係華小文嘅筆名。佢冇解釋點解用華小文，靠估啦，大家自己。OK， 好啦。咁啊，佢仍然都係好熱衷於呢個話題，所以都寫好多嘢嘅。呢個叫明窗小宅，亦都係明報裏邊一個專欄。咁啊，用嘅名咧就叫徐慧芝。咁啊，我唯一知道點解佢叫徐慧芝係個徐字嘅啫，因為佢阿媽姓徐嚇。咁所以佢都曾經用過徐兒孫、徐慧芝呢啲嘅筆名，因為佢阿媽姓。咁啊，點解叫慧芝我唔知啦嚇。咁呢個專欄咧就62年嘅10月1號開始。咁呢篇咧就1963年1月17號。咁我點解會揀呢篇俾大家睇下咧？呢篇好抵死嘅，因為佢一開始咧就從昨天起，我正式加入明報編輯部工作，除了寫呢個明窗小宅專欄，仲協助金融興選擇自由賺錢。OK， 係咪有心想隱瞞身份啊？嚇，金融我老闆嚟㗎，我打佢工嘅啫。其實佢自己係徐慧芝。好啦，咁點解我會知咧？點解知道徐慧芝就係佢咧？咁咯。明窗小宅1963年，明窗小宅1964年。呢兩本唔係好難揾嘅啫，而家都買到嘅，因為10年前到出嘅啫嚇。咁啊輯錄即係揀過嚟啦嚇。咁你會見到就已經係署名用翻金融啦。咁即係又破解徐慧芝就係佢啊！不過就唔係幾明何舍，即係差少少，有少少微言啦嗬。佢應該係呢個專欄去到1968年嘅10月嘅，咁而家就出咗63年、64年，就65、66、67、68就唔知點解，即係仲未出，咁啊已經10年啦嚇。咁啊大陸版咧就出咗65、66、67又未出，咁啊香港係仲慢啲添，唔知點解，唔知會唔會真係唔出啊？唔知啊嚇。好啦，點解又有少少翻譯咧？呢本係佢辦嘅雜誌，叫《野馬》。第一期放大少少睇咯噃，大仲馬法國大文豪。咁啊，大仲馬佢都曾經自己講過，係佢一個好中意嘅作家。咁所以咧，佢就喺呢本《野馬》雜誌嘅開始咧。佢就翻譯佢呢部嘅小説《情俠血仇記》。呢本《野馬》雜誌我啱啱第一次提嘅啫，係佢1962年啱啱創辦8月62年。咁其實你會發現咧，金庸好中意做一樣嘢嘅。佢明報創立咗之後咧，佢又跟住又有一本雜誌叫《武俠與歷史》。另外而家有一本雜誌咧，《武俠與歷史》係早啲嘅，1960年嗱，大家記一記個時間。59年創明報，60年1月就創武俠與歷史，跟住62年8月就創呢一個野馬雜誌。呢啲佢自己旗下嘅刊物咧，佢要立讀者咧，佢都會用一個方法，就係睇我寫嘅嘢。所以武俠與歷史咧就係佢連載《飛狐外傳》嘅地方啦。《飛狐外傳》唔喺明報連載嘅，喺武俠與歷史呢本雜誌。咁呢本野馬雜誌咧，都有個金庸嘅嘢，你對金庸呢個名好熱衷嘅，好捧場嘅，唔該買我嘅雜誌啦，就係咁樣嘅嚇。咁啊，後來又出書嘅，即都係嗰個套路，將佢連載嘅嘢又出書，咁啊就變成呢本啦，《情俠血仇記》。咁啊，又係可以好自由咁寫佢嘅歷史隨筆啦。不過呢個翻譯，羅素都係佢一個好中意嘅可以叫做哲學家。佢曾經喺明報自己嘅地盤裏邊咧，就翻譯佢《人類的前途》。咁可以上網睇下佢呢個《人類的前途》嘅資料啊嚇。好啦，咁呢唔好意思啊，佢冇再將呢度輯錄成書，可能個篇幅唔夠長嚇。咁啊，另外咧，佢又用一個第一次出現嘅筆名啦，呢個叫黃愛華，個名都好愛華嘅嚇。咁咧，論祖國問題，
咁睇個標題都知道佢係講啲乜嘢。喺63年開始，又係喺翻佢明報自己嗰個自由談。自由談唔係一個專欄，係佔明報可能有陣時係半版嘅篇幅，裏邊有刊登好多篇文章。咁我頭先講有啲真係亞貌亞秀，但係有啲係自己人。咁佢有陣時又會化個名，之前係化名華小文，而家又化名黃愛華。咁啊又寫呢個，呢個你係寫咗好耐嘅。你會見到咧就寫咗有69則。咁後來又係嗰個套路，結集成書，賺多筆。咁啊就呢本。好啦，另外咧就不得不提佢另外其中一篇好經典。我哋如果話即係要談論新派武俠小説，特別兩大名家梁羽生、金庸嘅比較嘅時候咧，咁啊有兩篇文章係好經典嘅。慢慢睇下。呢套呢嘅雜誌咧，《海江文藝》咧就羅夫創辦嘅。羅夫係邊個咧？羅夫就係當年喺新晚報要阿金庸寫《書劍恩仇錄》嘅上司總編輯，即係新晚報副刊總編輯嚇。係佢要阿梁羽生開始寫武俠小説，因為嗰場比武嚇覺得寫武俠小説有銷路，首先叫梁羽生寫，後來就叫金庸寫。咁佢嘅上司就係羅夫，呢個雜誌係羅夫創辦嘅。咁佢為咗打響頭炮咧，咁啊當時兩個都出名噶嘛，梁羽生、金庸。喂，寫啲嘢嚟啦，等我呢本雜誌點啦嚇。好啦，第一個咧就叫咗梁羽生寫，咁啊寫梁金比較之類呢個話題。嗱，呢個話題好敏感嘅，點解咧？因為唔係鄺啟東寫啊嘛。你叫梁羽生寫啊嘛，你叫梁羽生比較梁羽生和金庸，咁我點好啊？咁於是乎，佢就羅夫就同阿梁羽生私底下就做咗個協議，據說係好私底下嘅，就唔好出梁羽生個名，出咗童石之。傻咗，我指住自己呢個用呢個筆名。其實就羅羽生寫，甚至乎咧聽聞咧就係話，如果有人懷疑呢篇文章邊個寫嘅話，阿羅夫，你幫我食咗呢個死貓佢，你無論明示又好暗示又好，你寫嘅。所以你會見到裏邊嘅內容咧，佢都隱隱約約咧。我第一次睇我都覺得係羅夫嘅。18年嘅交情，咁啊，如果係咁嘅交情，就同佢喺工作上有咁密切關係，甚至坐埋同一張台，大家一齊喺新聞報或者大公報打工嘅時候，唔係梁羽生就羅夫噶啦。但係你睇佢裏邊嘅內容咧，能夠好似企高一線咁去評兩個下屬嘅話咧，咁應該係羅夫寫噶咯喎。OK， 原來好多年之後先至揭露真相，係梁羽生寫嘅。呢個死貓要阿羅夫食。羅夫最嬲尾係1990幾年嘅時候喺大陸嗰本雜誌叫做《讀書雜誌》裏邊爆出嚟，係我逼佢寫，但係佢唔肯出名，用咗呢個名。我啱啱聽到有朋友同我講咧，佢話點解呢個童石之就係梁羽生喎？我啲普通話唔係好掂，咩話？童寫之啊，即係一齊寫嘅武俠小説嘅人咁解喎？會唔會有啲咁嘅暗示啊？係嘛？咁大家就揣測下啦嚇。自己地盤幾好？咩幾好啊？佢有陣時咧，佢連載武俠小説會脫期嘅，或者咧舊作已完，新作未諗到。例如《天龍八部》完咗，《俠客行》未出街，有10幾日。又例如《俠客行》連載緊嘅時候，中間有10幾日，佢去咗外國。咁成個報紙嗰個副刊嘅右上角嗰個即係最靚嗰個位咧，A1 位咧，咁唔可以空咗佢噶嘛，咪翻炒舊作咯。
咪用翻頭先我講過嗰個咯，美國嘅幽默小説家丹蒙倫揚，佢當年曾經用白香江或者溫華船嗰個筆名翻譯過嘅呢啲咁嘅嘢，咪攝落去咯。不過今時今日1960幾年，我使鬼同你用其他筆名咩？係咪先？照舊金庸係嘛？咁你會見到咧，10幾年之後仲用翻佢啲舊稿攝位啊，咁自己嘅名報啊嘛，乜都得嗱，就係其實呢本書裏邊揾翻出嚟嘅。好啦，另外歷史有啲咩介紹咧？你如果睇金庸作品集，你會見到《俠客行》後邊咪有附註咗33劍客圖嘅嚇。33劍客圖咧，其實最初都係連載嘅，又係嗰個套路嚟嘅。啊，我頭先 show 過呢個咯，嗬。啊，呢個就三劍流隨筆，好似未舉高過俾大家睇。呢個亦都係三劍流隨筆，呢個係復刊之後500年嘅。呢個就1962年12月早啲嘅徐慧之嗰個明窗小則啊。呢個就論祖國問題嗰個連載，兩邊都有。啊，呢度啦，終於嚟到啦。頭先我講嗰個超等大腳，即係翻譯嗰個丹蒙倫揚嗰個，就攝那嗰個《俠客行》連載嘅時候攝那嗰個啊。咁啊，最厲害的家伙又係攝那嗰個。咁啊，呢個就33劍客圖啦。呢個就喺《明報晚報》裏邊啊。咁《明報晚報》又係自己嘅，1969年12月1號創刊。咁佢一創刊又係嗰個方法，新報紙搶讀者睇我嘅。咁啊，所以如果大家有印象，佢15部小説裏邊最短嗰篇係知唔知係咩？《乙女劍》就喺《明報晚報》12月1號第一日開始連載嘅。咁連載完之後咧，佢就接住就連載呢個33劍客圖啦。咁啊，就喺《俠客行》裏邊，你會見到噶啦。另外咧，佢1973年咧就受台灣嗰邊嘅邀請，就即係訪問。佢以明報，佢自稱嘅身份叫明報記者去訪問，但係見到當時好多嘅台灣當局嘅領導人。咁啊呢啲咁正經嘅文章就用呢個名㗎啦。咁啊後來咧就結集又成書啊，又呢本好薄嘅啫，係連載咗17則。咁啊呢度你而家見到呢度咧就一則嘅個篇幅咁多，咁啊17乘以17大概咁長啦嚇。咁啊所以呢本書仔咧就好薄嘅。另外佢啲歷史引咧就好大嘅時候，大家都知道佢喺《碧血劍》後邊咧就有講袁崇煥嘅評傳。咁其實咧佢最初亦都喺報紙裏邊連載咗先嘅，1975年嘅《明報》。咁啊佢都有講嘅，當時寫嘅時候已經咧係預咗會喺《碧血劍》後邊咧就擺埋落去㗎啦。咁呢度你大家見到係咁樣一個寫作嘅動機。好啦，咁大家知唔知佢晚年係好沉迷佛學啊？其中一個係啦，一個原因佢開始最沉迷係因為佢大仔自殺，19歲嘅時候，1976年咁啊自此之後佢就好鑽研佛學。咁啊唔知佢嘅佛學去到乜嘢根底或者乜嘢嘅即係程度啦。咁但係佢都曾經佛學都寫過啲文章嘅。屯門咪一間叫做妙法寺嘅，呢本係妙法寺嘅刊物嚟嘅，而家冇㗎啦，停刊咗㗎啦嚇。咁佢喺內明嘅雜誌裏邊咧有7期係寫佢呢篇嘅文章《談色蘊》。咁啊，其中呢期就係呢篇啦嚇。咁啊，用查良鏞呢個名嘅。咁啊，最後嗰期嘅最嬲尾，咁我專登打幾個字俾大家睇下，究竟佢即係個後記裏邊講自己點解會寫呢篇文章。好，見到啦，睇完啦嚇，唔讀啦。好，咁啊。
佢都當然都會講下武俠小説嘅。其中呢篇咧，我點解俾大家睇咧？因為好經典嘅，喺明報月刊刊登嘅韋小寶這小家伙。其實而家呢篇文章唔難睇到嘅，啲金庸散文集啊，咁好多都會輯錄嘅。咁因為佢用咗好長嘅篇幅啊，你會見到喺雜誌裏邊咧係第20至到26頁，20、21、22、23、24，七頁，用7頁紙去一篇長嘅文章講佢自己筆下韋小寶。咁點解會咁寫咧？嗱，其實佢呢篇文章裏邊透露咗好多信息嘅，包括佢嘅寫作。其實佢好多時候因為佢嘅小説係連載，個故事嘅大綱或者有，人物嘅性格模模糊糊都有，但係隨住佢每日寫咧，佢會變嘅，情節會變，連個主角嘅性格或者特別嘅人設都會變。如果你信佢啊，信佢呢篇文章講嘅嘢，最初韋小寶嘅性格，原來佢自己話最初落筆係未定型嘅。咁如果你係睇翻舊版嘅《鹿鼎記》咧，你都會發現嘅，韋小寶咧最初係好勤練武功嘅，海大富教嘅，陳近南教嘅，佢都時時練嘅。跟住咧就話佢好似係有啲武學嘅根底嘅，可以自創到啲嘢出嚟嘅，係喺佢報紙連載同埋舊版嘅時候都係咁寫嘅。但係佢後來自己越寫，大家都偏離咗可能佢最初嘅構想，所以佢到出版修訂版嘅明王社嘅書嘅時候咧，韋小寶變咗㗎啦。又舉個例子啊，即係郭靖啦，你睇翻舊版嘅郭靖啊，係話佢細個嘅時候係聰明。係聰明伶俐4個字嘅，金庸自己喺射雕裏邊用嘅，即係平啊郭靖嘅性格，聰明伶俐。咁大家知道佢咩料啦，後來，所以佢後來改版嘅時候掹走咗呢4個字嘅。咁所以見到佢嘅寫作，因為係連載嘅緣故，所以佢成日都會改唔定型嘅，甚至乎你會見到咧韋小寶嘅2大特徵啊，呢邊。適應環境，注重義氣。原來喺佢最初連載嘅時候都未定型，後來慢慢寫嘅時候，慢慢創建咗出嚟嘅。咁你會見到金庸嘅一個寫作嘅模式係點樣樣啦。另外呢度亦都咧就解釋咗佢點解會有呢篇文章嘅出現。呢度比較細啲啦。我大概嘅意思就係話，其實咧。佢嗰陣時已經準備出明王社嘅金庸作品集，咁佢每一部小説後邊都有個後記，啲後記佢都會重新去寫。佢呢篇文章本來就係想放喺《鹿鼎記》嘅後記裏邊，但係佢寫完之後，佢覺得有一個好大嘅問題，你會見到佢呢度有寫到嘅。佢話作為一個作家，對於自己創造嘅人物會有偏愛之餘咧，睇下先啦呢度。係，作者不該多談自己嘅作品。其實佢唔應該自己，因為佢想將呢一樣嘅想像留翻俾讀者。你睇完《鹿鼎記》，你覺得韋小寶係一個咩人？你就覺係咩人咧？就唔好由作者我自己講。所以佢後來亦都因為呢個原因，佢呢篇咁嘅文章就掹起咗，冇放落後記，但係就已經登咗喺明報月刊，咁可以作為一個咁嘅參考啊，亦都可以即係多啲睇到金庸嗰個。即係寫作嘅觀念係點樣樣嚇？佢覺得作者唔應該參與去評論自己嘅人物太多嘅。好啦，另外啊，咁頭先我開始講嘅時候都講咗社評啦，社評係佢即係喺明報嘅時候差唔多早期係日日做嘅嘢啦。咁我點解特別都拎出嚟講咧？如果你早年啦，我唔知早啦，佢去到80幾年之後已經開始好多社評唔係佢寫㗎啦。咁其實咧佢。明報嘅社評由始至終咧都保持一個宗旨嘅，就係唔署名嚇。當然早期差唔多日日都係佢寫。80幾年開始佢開始放低，慢慢唔係自己寫，交咗俾一個叫社評委員會，佢係其中之一。後來就慢慢就淡出。不過你個人寫完之後要俾我睇，我睇完先至可以出街咁解嘅啫。好啦，但係我點解特別揀呢篇咧？即係罕見佢有署名嘅社評。其實係好罕見嘅。
冇解釋點解呢篇社評冇解釋點解。我個人嘅推測，佢覺得有陣時可能啲話題唔敏感，我署名查良鏞，有咩事？我咩？唔係明報咩？即係咁嘅動機，我覺得係咁樣樣嚇。咁如果大概知道係咩事咧，就係佢嗰陣時參與做基本法基本法嘅委員會嘅時候嗰段時間，或者係中英聯合聲明發表之前咧，佢亦都有好多嘅社評係講中英，即係嗰陣時戴罪夫人去到北京嗰陣時候，大家嘅談判，所以好多嗰啲嘅內容，所以佢就署名唔多㗎，都唔多㗎。其實你而家揾翻都好少見署名查良鏞嘅社評嘅。咁我頭先提嗰個咧，80年代初咧，中英談判之前咧，佢嗰啲社評咧就輯錄咗，就成為咗呢本《香港的前途》嚇。咁就係呢一本書啦。好啦，頭先未問嗰個問題嘅，有朋友話自傳係冇寫過嘅，係咪真係冇咧？呢本雜誌大陸嘅，最初創刊嘅就係巴金，後來過咗身之後就佢個女接手，咁就邀請金庸寫咗篇文章叫做《月雲》，已經好後㗎啦，千禧㗎啦，2000年㗎啦。好啦，咁呢篇文章其實好容易絕對唔難睇得翻。揾好似天地嗰個金庸散文集係有成篇 call 翻出嚟嘅，即係呢本雜誌可能就會比較難揾啲廿幾年前。咁但係如果你睇翻金庸散文集咧，應該都揾到呢篇文章，好好睇嘅，極力推薦。講佢細個嘅時候，同一個所謂佢屋企裏邊嘅妹仔叫做月雲。呢度我就雜誌裏邊就冇呢篇後記。呢個後記係喺其中一本金庸散文裏邊，然後講嘅，見到啦嗬。佢都幾明顯地即係透露裏邊嗰個主角兒官就係自己，就講佢同一個妹仔叫做月雲嘅生活嘅點滴。寫得好感人嘅。唔係好長嘅啫，可以值得揾翻嚟睇一睇。咁因為佢都唔係太過即係完全都唔係好避忌話俾你知，我講呢個兒官就係我自己嘅。咁所以你界唔界定呢篇係佢嘅自傳咧，或者講翻佢細個咧？咁你自己定啦嚇。我學下金庸先，個評論留翻你自己啦嚇。好啦，我唔當佢係傳因為只係講佢細個嘅時候一個好短嘅時間。好啦。咁於是係剔多個社評啦，剔多個歷史隨筆啦，談論佛學啦。好啦，剩翻兩個格。如果自傳唔係咧，就剩翻最懸疑嗰個啦，升學指南。保留少少懸念先，仲有啲時間，慢慢先揭曉。拆開有幾個話題可以傾下嘅。一報5篇3署名。咁我喺自己本書裏邊都有講，我偶然湊到有一日嘅明報。63年12月12號，哇！一份報紙有5篇金庸嘅嘢喎，5篇裏邊用3個嘅筆名喎，社評係冇名嘅，《天龍八部》啊嘛，當年當日《天龍八部》咁梗係金庸啦署名。好啦，仲有咧，1963年嘅時候，頭先我都俾大家睇過㗎啦，《人類的前途》羅素嗰篇翻譯嘅署名金庸譯，《論祖國問題》黃愛華寫。仲有明窗小宅徐惠之，咁咪5篇咯。因為難得一日裏邊有5篇用咗3個筆名。好啦，又第二個拆開話題啦，出過咩書？其實俾晒你哋㗎啦。因為其實我頭先一路暗示套路啊嘛，其實佢好唔會認真地耷低頭寫稿，然後出書嘅。佢全部都係寫稿之後係登報紙、登雜誌，登完之後先至出嘅。所以其實如果你頭先見到我呢扎咧，就基本上已經齊㗎啦，就係呢啲啦。見過晒啦，我頭先我舉過出嚟㗎啦。有兩個格空咗，
咁呢兩個格係咩咧？咁啊慢慢嚟揭曉咯喎。呢本好常見嘅，而家都仲唔知正式書館買唔買到，未必買到，但係舊書店應該都容易揾嚇。咁呢本咧就呢個係明河社嘅版，另外有日文版，有北京大學出嘅，有台灣遠流出嘅嚇，4個地方都有出。咁嚴格嚟講，嗱佢就寫住叫金庸注嘅，個封面就金庸兩個字嘅啫，但係佢版權頁裏邊咧就屬於金庸同埋池田大作注，咁所以我就將佢擺埋當注。其實咧就係佢哋嘅對談錄嚇，最初亦都喺《明報月刊》裏邊發表咗10幾期，然後先由輯錄成書嘅，又係嗰個套路嚟㗎啦。咁你如果咁當咧，就當係佢嘅著作啦嚇，雖然係對談錄。好啦，於是就加咗呢一欄啦。好啦，剩翻第一個格，呢個格咧就係咁嘅。喺呢本書裏邊咧，佢同阿池田大作傾偈嘅時候咧，有講過佢細個嘅嘢嘅，其中有講過喺呢兩頁裏邊有提過。聽講你15歲嘅時候同2個同學出咗本書噃，金庸就話：係啊，咁，15歲賺咗一筆大錢，因為呢本書好好賣。呢本真係升學指南，就係升學指南。佢自己係初中生，15歲，出本俾小學生嘅參考書。你考升中睇我呢本，包你掂，唔掂揾我，揾唔到就算啦。就係我呢本，我呢本係1948年版，最初係1941年版，可以賣足7年，賣到佢想讀大學。佢自己講喺頭先同阿池田大作嗰個對談錄，佢話呢本書嘅錢足夠令到佢去讀大學，幾好賺，幾有生意頭腦嚇，叫獻給投考初中者。另外呢兩個就係佢2個中學同學嚇，俾你白下佢裏邊嘅內容啦，係咩升學指南啦？呢個係佢嘅目錄。算術即係當年數學仲係叫算術嘅時候啦。算術老啲嘅年紀就會知道我哋嗰啲咩叫做咩形差問題、流水問題、咩直樹問題、雞套問題，呢啲係咩呵？你係啦，即係應該都有翻咁上下年紀先知道呢啲咁嘅數學咩叫雞套問題啊。OK， 呢啲好懷舊嘅嘢嚟嘅啊。例如我哋而家直樹問題、雞套問題就係呢啲咯。雞套同龍頭就咁多，腳就咁多，雞有幾多隻，套有幾隻，呢隻係叫雞套問題。OK， 慢慢自己睇下咯喎嚇，就係呢啲嘢嚟嘅。咁就係呢本升中指南啦，就係做呢啲咁嘅嘢啦。答案就係咁嘅嚇，指南梗係俾埋答案你啦，係嘛？就咁計嘅。OK， 有興趣就自己慢慢望下啦嚇。好啦，齊晒啦。12本書，唯一一本最初唔係連載而出書嘅，就係佢呢本《獻給投考初中者》。呢本真係耷低頭寫就為咗出書嘅啫，其他嗰啲都係先連載後出書嘅。OK， 於是剔埋呢格啦，齊啦。好啦，第3條謎題。如果你估書劍恩仇錄就一定錯啦，梗係嘛？嗱，呢張紙咧唔係我嘅嚇，好難揾嘅。東南日報佢入職嘅時候填嘅職工登記表，放大咗佢。查良鏞啊 ，OK， 經歷曾經喺圖書館裏邊做過嘢嘅，呢個圖字啊，圖書館。重慶太平洋雜誌主編，佢填履歷填過呢一樣嘢。好，
咁於是追查啦，呢本係咩雜誌？重慶太平洋雜誌主編。於是我哋就發現真係有呢本雜誌喺重慶出版嘅第一期。呢個係封面同埋佢嘅版權頁。呢本書我冇嘅，我揾唔到。喺重慶有收藏到。我識得有人真係去到重慶某個唔知咩地方揾個工作人員，真係攞俾佢睇過，影咗相。咁放大啲睇咧，編輯就係查良鈺，佢真係做過編輯。佢唔單止做過編輯，佢仲自己寫過嘢。當年喺1945年21歲，未嚟香港。佢第一篇小説就喺呢本雜誌裏邊，有足足有6頁咁多嘅，係7頁，49至55頁。呢個小説嘅名叫《如花年華》，署名又係呢個熟口熟面啦，係咪啊？查理就係第一篇嘅發表嘅小説。咁呢篇小説連載咗幾多期咧？好不幸，一期，因為呢本小説唔夠搞唔掂嘅經濟問題，出唔到第二期。雖然佢有預告第二期即將出版，但係冇嘅。創刊號就係中刊號，冇。就係呢個有呢個，我俾翻呢張 PowerPoint你睇翻，驚你忘記咗查理就係佢啦。所以佢第一篇嘅小説叫《如花年華》，係唔能夠完成嘅作品。OK， 好，最後一條謎題，呢個係新發現咗唔係好耐嘅啫。呢個筆名幾時開始用嘅？金庸，即係當大家都個個都話係書劍恩仇錄嘅時候，就發現原來唔係。如果係嘅話咧，嗱呢篇啦，1955年2月8號，唔係，係呢篇大公報1953年，仲要早年幾，你會見到個署名係金庸。呢個就係原文紙。OK， 咁嗰篇喺邊度咧？咦，我應該有帶嚟喎。哎呀，呢度冇帶啦，就係呢篇呢份報紙，1953年6月18號嘅大公報，一張羅形腳桌子。咁講下啲國際啲新聞，啲好濕濕碎碎嘅新聞。咁如果你計翻個日期咧，即係話佢喺1955年寫《書劍恩仇錄》之前嘅53年已經用過呢個筆名。咁我就為咗呢樣嘢，我就真係走去又再抄前前後後嘅大公報，因為我話上網可以睇得翻啊嘛。咁啊發覺僅此一次，如果我冇睇漏眼嘅話，就僅此一次用金庸。之後就真係要到55年書劍先至用金庸呢個筆名啦。好啦，時間啱啱好，咁就介紹就到呢度為止啦。